讲爸爸以前其实有想会做偷演，导演是爸爸的梦想，结果最后被你实现了。哦，那他的反应是什么？那他好像没有特别的，他当然很开心，他也有一直拍照，也有在他的社群上一直传这样子，但其实没特别跟我聊过这一件，特别说什么，我只记得他有跟我聊过，就是有一次我大学的时候就去环岛，环完了以后，他就说我觉得你这个真的蛮厉害的，他要好好的肯定我这件事，其他的应该还好，对，但我相信得奖这件事对他来讲，应该对他其实好像有写过说爸爸想做的是儿子帮我完成的。在脸书上面，我想起来了，好像有，对，哇，对。跟妈妈呢？妈妈的反应是什么？妈妈就第二晚，我们第一次有来宾有第二晚呢。对，妈妈对你当导演还得奖的反应，黑马盖，他就蛮感动，然后也是到处跟亲友说这样子，对，那我自己也是觉得，这样子让他骄傲，其实也蛮开心的。就是小时候虽然很坏，可是现在长大，就是给他一个，也算是给他一个有一点光宗耀祖的感觉，这样。对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对。然后你现在也有家庭，然后你说你有养狗，对不对？我这边有一个，你们很特别的纪念品。对，这是在我们家很重要的一只狗，它叫米勒。那它现在不在了。对，那现在我养的是另外2只这样。那它跟我们就是在那个家有15年左右它有一起住11年了这样子。对，然后后来过世以后，我太太就帮我画，用那个木烧画把它画成。再画在上面纪念，所以这是我太太的画的，做的好厉害哦。就是纪念，所以好像养狗狗对你的创作好像也蛮重要的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对我讲，像刚刚有提到，在创作上我都会觉得，狗狗是一种蛮单纯的一个生物，然后我就觉得它可以对比人有些时候复杂的情绪，对，所以我自己觉得人与动物之间的这种关系，其实对我来讲是，在创作上很有很大的一个启发。